根据统计，112学年度，拢总有43间学校，予学生会当请心理假。教育部表示，会提供相关的指引，予大学来参考。大学生心情歹，无想要去学校，愈来愈侪大学实施3天还是5天的心理假。教育部统计，112学年第一学期有39间学校实施，2月第2学期各有4间要做。自己感觉校长有时候也很需要心理调试，所以我可以理解到这个重要性，非常重要。大学心理假自111学年度开始，由中山大学头一个实施，进度真紧。教育部长潘文忠讲，为学校的反应知影，对心理假有重视，教育部会定实施的指引，予大学参考。一方面尊重大学在这个学者的这样的管理，也可以让大学来做参考。中央大学已经实施心理假，校长讲，几天的心理假其实帮助无大，因为学生若是无要上课，会直接卖去。也毋过心理假依然有推广的必要，让他知道说我们有关心重视心理问题要把它拯救回来比生理还困难。所以整个这个资源系统，不管是社会、家庭、学校的资源系统，这个如果真的要做，是非常非常复杂。现在如何去在教育里面，如果去增加学生的精神素质可能是我们未来大家都需要从小学就开始。心理假，予学生知影学校关心重视，有困扰的时阵找咨商师来开讲嘛袂奇怪。也毋过校长讲，心理比身体问题更加复杂歹救，爱自细汉的时阵，教学生有胆识更加开阔，互心理更加健康。记者综合报道。